阿根廷钱变薄的情形是真严重，因国家的货币批数已经无值钱啊，所以真侪厝头家伫咧收租金的时阵是干那收美金尔。而且阿根廷政府嘛定出限制，租金一年上济干那会当起1%，不过遐个物价煞是翻倍伫咧起，对这厝主来讲根本就算袂好，所以真侪厝主规气就安尼无爱阁衰人啊。等到还有需求的人要租一间厝是真困难。33岁马蒂娜是一位学者，翁婿是电脑工程师，就算收入袂较歹，这对阿某也是真歹找到厝通睡，只好暂时带囡仔搬转去甲爸母住做伙。Y cada vez ese valor le fue ganando más a nuestro salario, entonces ya es como bueno. Uno de los dos sueldos tendría que pagar el alquiler e ir viendo. 同款是伫阿根廷为纽西兰来遮工作的 Larson， 真简单，就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睡到一间条件真好的厝。If I was flatting in London and paying the price that I'm paying here, I'd be living in a shoebox. But here I can actually live in my own place, have my own space and everything else. Larson 会当伫阿根廷住甲遮舒适，上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伊是用美金来付厝租。阿根廷这2年来通货膨胀的情形非常严重，国家的货币批数的价值直落。专门伫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，即马完全无厝头家要用批数来收厝租，所有的厝租拢要求爱付美金。所以，若想要洗厝，真侪人就只好去乌市将批数换做美金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阿根廷伫2020年通过一项法令，要求厝头家每年的厝租上最干那会当起1%，而且契约至少爱拍3年。这原本是为了保障厝卡的权益，但是即马所变做真侪厝头家甘愿互厝空咧遐，嘛无想要了钱衰人。Desde el punto que en un año no puedes hacer un ajuste cuando tenés una inflación actualmente alrededor del 130%。介绍厝的中人公司讲，都是因为会当睡的厝太少，所以便若有空厝要睡人，相片一打出来，随就去互订去啊。O sea, te preguntan la posibilidad de poder reservar el departamento sin ni siquiera verlo. 阿根廷的学术研究单位讲，这是阿根廷的房厝市场30年来上界严重的危机。政府必须要赶紧想办法稳定经济状况，同时要刺激鼓励房厝的市场，增加供应量，才会当解决伫家己的国家煞无法度用家己国家的货币来洗厝，有钱嘛无厝通睡的困境。记者甘恩编译。